起用！在台南市长黄伟綽甲侪位议员贵宾的见证之下，台南市志开实验小学师生欢喜迎来新校舍，为着提供师生安心学习的场所，市府摕资7800万，打造出具有在地文化元素的风貌。我们的建筑元素其实跟我们的古迹区有非常多的结合啊，比如说双重的斜屋顶，比如说我们的空心砖。比如说我们那个空军的一些意象元素啊，包括登机舱啦、指挥塔等等这一些。花球上的飞轮机非常引人注目，在传统的空心砖啊，也是由学校的学生一一彩绘而成。市政环境友善，校舍内总共有18间教室，提供师生在安全美感的环境当中学习成长。我相信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在新教室有新设备，那跟老师那上课又有冷气，班又有冷气，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。接下来有一些老旧校舍的整建，我们也会逐步加大力道，来让同学有更好、更安全的教学环境。随着校舍改建完成，志开市小也正式展开新的里程碑，校校也会秉持着教育理念，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学课程。同时打造成印象校园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